来关心体育界新闻，乒乓歌手庄智渊栽培真侪小将，伫世界各国比赛拢得到真好的成绩，其中包括今年才17岁这个女选手叶怡恬，伊捌伫世总开幕时呢，对教练庄智渊做伙徛上舞台，想袂到讲伊本来打算伫这个月底要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的倒球比赛，却互这个倒球协会取消资格，因为教练庄智渊的不满，伊唔甘爱豆的权益呢受到影响，发文予体育署，即马体育署下令啊。冻结倒球协会补助款，并且要求倒球协会爱公开回事的。今年17岁，然后从7岁开始打球。对兴趣练到变国家选手，倒球选手叶怡恬，顶个月甲伊的教练庄智渊，第4组运的开幕典礼，徛起哩台北大巨蛋拍球。教一些年轻的小朋友，可以带他们带一个小孩子到世界前10，或者甚至于在奥运拿奖牌。庄智渊拍拼实现家己的承诺，将球杯交予主地兵叶怡恬，代表世代的高接。也毋过如今所听讲，伊所栽培的徒弟啊，却因为倒球协会受尽委屈。叶怡恬本地奉邀请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的倒球赛，结果参赛资格却予倒球协会取消。协会讲，叶怡恬属于黄金计划选手，必须参加亚青赛。也毋过，这2场的时间都抢，认为叶怡恬赶袂赴参加美国的比赛，是讲这个决定互教练庄智渊真不满，认为选手已经有尽到黄金计划义务，都爱保障伊参赛权益责任。小田要不要讲一下？悄悄啊，面对镜头，拢无讲啥。当选选手叶怡恬今日一透早赶快去球馆练习，专心备战。对于这件代志，体育署表态，要求协会公开说明，而且爱回实力，搁要暂停协会所谓补助。针对徒弟啊受到委屈，教练庄智渊昨暝伫面册普文，向体育署说道谢，而且发话讲保留补助的资源，也讲着改革需要决心，希望共同守护台湾的倒球，让制度更加健全，也让选手更较有希望。面对选手参赛权益受到影响，倒球协会都爱互选手甲外界一个交代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